美國多個州遭受強烈風暴吹襲，引發龍捲風，造成最少2人死亡，多人受傷，並有大量房屋被毀。伊利諾伊州位於芝加哥以南大約55英里嘅坎卡基縣一帶，星期2晚遭到大型龍捲風吹襲。有影片拍到龍捲風直衝當地居民嘅住所，速度同威力驚人。The damage we have seen across parts of the county is significant. Fortunately, there are no deaths or missing people, and only 9 with minor injuries. 當地警方話，有建築物屋頂被牽走，部分房屋更加被直接撕裂。911緊急求助中心接獲大量報案電話。伊州紅十字會已經設立臨時收容中心安置附近居民。印第安納州牛頓縣嘅小鎮 Lake Village 遭到另一個龍捲風吹襲，造成2人死亡。有房屋嘅磚牆完全倒冧，瓦礫四散。當局話，有居民被困受損嘅房屋，需要出動救援人員營救。當地多條道路無法通行，至少70條電線桿倒冧。龍捲風警報星期3喺伊利諾伊州、印第安納州、肯塔基州同俄亥俄州部分地區仍然生效。同時，嗰個地區將面臨新一輪冰雹、暴雨同強風天氣。